有人画画，哪里有人画画？马路白白一个一个的。这个不是乱画画啊，它是视觉化减速标线。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那个是给叔叔阿姨看的，看到之后啊，他就可以减慢开车的速度，就可以保护像你这样可爱的小朋友安全过马路。妈妈的是什么？这个是减速平台，是在提醒开车过去的人啊，要减速慢行慢慢开哦。斑马线亮亮。哦，斑马线亮亮的是因为它是重新画上的，如果它很模糊的话，就会很危险哦。哇，这个是保护我的魔法标线。没错，你路上看到每一条线、每一块牌子，都在保护你，让你平安回家哦。我们回家吧，路上的安全由你我守护。